而家468我係直情就係佢限制咗，就係1星期淨係可以返17個鐘啦，同埋1個月唔可以超過68個鐘。咁我嘅收入係減低咗啦，同埋工時都減少咗。俗稱468僱傭合約條例今年1月開始，即係僱員連續4個禮拜工作滿68個鐘就可享有有薪病假等福利。原意係想打工仔多啲福利，但有啲僱員就好似阿瑩咁收入減少，有人甚至因為咁冇咗份工。我哋有啲同事試過因為過咗468啊，過咗418啊，而俾公司即係就自願離職啦。我哋好愕然咯，嗰陣時一聽到即係咁我都係返多咗少少啫，你就要咁樣即係叫我簽一張離職 form 咁樣，即係你一係停我1個禮拜咪算咯，做乜要即係停我6個月？即係點解要咁樣呢？係啊。夏利文以書面回覆本報指，公司一直嚴格遵守勞工處僱傭條例同埋有關連續性合約嘅規定，而員工嘅工作安排就會按實際營運需要而做出調配。律師表示，減工時做法冇抵觸法律。呢個問題咧，其實都要從兩邊睇嘅，因為咧，其實喺舊制咧418嘅嗰個即係舊制底下啦，咁其實上訴法庭都已經有一個好清晰嘅案例，就顯示咧員工所謂僱主啦規避或者好精準咧控制呢個工時咧，其實都係合法行使緊嗰個權利嘅。勞聯就話都知道有減工時情況，甚至有人要求僱員變自僱，不如你轉做自僱工作者啦咁樣，甚至咧就透過中介去請人啊，斬腳趾避沙蟲避到底啦，我決定唔自己請啦，揾中介公司啦咁樣。咁無論係由一個僱員變做自僱啦，咁其實佢有機會就係話係假自僱嘅。